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38地產阿 Jo， 今日帶大家嚟長沙灣悅雅一個216尺開放式嘅單位。悅雅位於元州街310號，喺2019年落成。樓底高大概9尺半，個廳大概係13尺半乘以7尺。咁呢個位置呢，就擺咗張4尺嘅床，4尺嘅衣櫃，窗外景觀，開放式廚房嘅設計，有雪櫃、洗衣機、微波爐，最後就係洗手間。好，我哋今日睇到呢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頻道，please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。